再来看台南市北区的东风路，昨下晡有一台游览车甲客运伫路顶的逼车，是真恐怖。警方是表示讲，这两台车的驾驶拢用以违反公共危险罪来上班，卖开单来处罚。两台大客车20号下晡经过台南市北区东风路，后壁民众行车记录器是甲这惊险的画面录落来。只看到两台大客车先是快车道顶面来相遇，一入去混合的车道的时阵，正面的大客车搁对外面加速跨过造化线来进道，两台大客车就安尼卡伫同一个车道顶面，互相逼车，拢无要相让。这互后壁徛伫外边的奥多麦技师是徛了真惊。暗天顶哦，暗天顶哦，因为遮个暗天顶哦，拢规都闭，车拢规景规啊，拢食人的机车道啊，你足危险，都危险的。塞车塞呢，你袂使无自家塞游览车，你塞遐大台，你顶路面，这是危及生命的作为呢。民众是认为两台大客车的驾驶完全将行车的安全当作咧佚佗，其中游览车的驾驶事后嘛甲警察局来报案，指控单独客运的驾驶恶意逼车。警方是调查了后，不但将两名大客车的驾驶拢按照违反公共安全以及社会法罪嫌上班，嘛开单来规划违规。非遇突发状况于车道中暂停，均违反《道交条例》第43条危险驾车之规定。本分局已制单举发。可处6000元至36000元罚款，吊扣牌照6个月，令驾驶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部分，将依法侦办。两间客运公司对此拢无要回应，不过两台大客车拢涉及危险驾驶，不但都要接上罚单，也有刑事责任。警方嘛呼吁驾驶人拄到行车纠纷的时阵，都要保持理性。若是爆发暴力事件，警方一定会纠办到底。记者吴俊宏台报道。